稍微有一点在动息啊。是啥眼睛安静对看望你呀，我温暖眼睛，天山阴是不无家家，爱等你姑娘的双眼。第二站。为何到底偏偏所在甘愿甘有牛当你真心不着真心因为救不出是因为眼睛。是主基督，莫将我手天山阴公，来敬拜圣言之那安了嘿，第二站，第二抓，正信徒着谨慎敬畏，救主出世为罪人，好，咱第二站搁一解，为本来。为何到底偏偏所在甘愿甘有牛当你真心不着真心敬畏救主出世为罪人。是主基督，莫将公手天山阴公，来敬拜圣言之那安着尊重。好，第二首68首，圣诗68。主耶稣放山则免流，本来主耶稣放下你宝座免流，为着我甘心点杯酒，总是别离偏轻看不所在，但也只我主要天来，请来入我心，主耶稣定我心为罪无责。搁一摆第110好。主耶稣放下你宝座免流，为着我甘心点杯酒，总是别离眼看不所在，但也只我主着你来，请来入我心，主耶稣定我心为罪无责。请咱安静心，三个来敬拜。各位兄姐平安。当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请安静咱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嘛，请咱兄姐将咱的手机关机，将这个时间归圣或俾上帝。
着俄罗斯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佮救赎伊的百姓，伊对伊的奴仆大卫的家，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咱来吟圣诗59首，圣诗59首，是写婴儿安然得困，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有幸听到用使徒的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上过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请坐。这是咱的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文是启用56篇，也是约翰一书。启用56篇，咱三个来交托。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都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一切受造的各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在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都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予伊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阮上加恩赐福予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稳定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爸心怀中独伊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这是咱三甲鸭头来祈祷。听我的主耶稣，我的爸爸，阮感谢你，阮伫一年的开始向你献上阮的感谢，阮嘛学了你的大权能，因为有你才有这个世界。啊，爸爸，阮伫你面前承认，佮告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阮时常犯着过失来得罪着你。独你会知阮犯罪，离开你的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主啊，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阮要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事。愿求你带念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的罪。求你教示阮知影阮家己的歹。求你洗净阮秘密的过失，至诚搁疼痛的爸啊！求你，互你的恩惠会当入阮的心，互阮会行伫你的光明道路当中。伫主耶稣基督救赎阮至人子的天父，你有怜悯慈悲，无快快生气，也无久长的责备。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疼内面，接纳遐个反悔悔改的心，求你用你的圣神引带阮，互阮会通行义的路。这时，我们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来光照阮，互阮正兄这有智慧的心，有聪明的灵，开阮的耳孔，会当明白今仔日牧师分享的讲道。搁甲恳求上帝，赏赐牧师气力甲恩典，互今仔日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成做阮众兄弟生活的帮站，互阮会当真正跑走伫属天的道路。这是阮求圣神帮助阮，互阮伫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趁主耶稣的教示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
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咱要来共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马太福音第2章第1到12节。咱经文有较长我来读。希律做王的时，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有几来个星象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因问讲：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什么所在？阮有看见伊的星出现，专工要来拜伊。希律王听到，心内着急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伊就调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教师，问因讲：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出世？因应讲：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城市中，毋是上美势的，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就暗中调迄几个星象家来，详细甲因问迄粒星什么时阵出现。后来，伊就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查问关系这个细汉囡仔的事，找到就来报我知，我嘛通去拜伊。因听见王的话就去，因伫东看到迄粒星，做头带因来到迄个细汉囡仔的所在，就停伫顶面。因看见迄粒星，非常欢喜。因入去厝内，看到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扑落去拜伊，然后开因的宝盒，将黄金、乳香甲没药做礼物献予伊。后来，伫民梦中，上帝指示因毋通倒去希律遐，因就对别条路倒去本国。因为合堂，我过来念和合本。在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基督该生在哪里？他们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于是希律暗地里召了博学之士来，查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派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找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忽然在东方所看到的那颗星，在前面引领他们，一直行到小孩子所在的地方上方就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非常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没药，作为礼物献给他。因为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了。愿上帝祝福听咱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是咱要请社青团契来学老，因为学老的诗歌是
迈向新的生命。这时，咱要请牧师来正道。今日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耶稣降生，人为何不安？大家这边安，新年恭喜！伫咧咱今年今年的今仔日是安尼一年的开始，嘛是一个月开始。阁是一礼拜的开始。那照着咱的即个教会的即个教会历教会节期，咱今仔日是属伫咧即个圣诞节了后的第一主日。即个主日因为咱的迄个月历的关系日期的关系，所以有当时是安尼2个主日会有2个主日，就讲。到1月6号之间会有2个主日咱今年拄好圣诞节了后，搁过来就是拄好就是咱的即个东正教的即个圣诞节也就是咱咧讲的叫做主显节拄好伫咧即个1月初6即个迄落较怎乌去好，即一天拄好是即个安尼。教会历的即个规个圣诞节的结束，也就是到主显节咱的迄个规个对大降节第一主日，一直到主显节1月初6，安尼拄好是规个咱讲的叫做圣诞节期到伫1月初6因为咱的周间拄1月初6拄伫咧周间，所以即个咱的今仔日的主日就是用即个主显节的即个经文来去来讲做主显节的经文。我毋知咱阁有人会记哩无？4年前的主显节
牧师第一遍来到伫咱中间来分享，迄一日就拄好是正讲主显节的迄个经文，但是迄一遍我是用旧约的经段，咱今仔日咱所用的是即个新约福音书的即个经段的部分。若是伫咧照着即个咱讲叫做所谓的 High Church 高教派的即个传统，伫咧每一礼拜需要读4段的经文。第一段叫做读经一伊是读到即个旧约读到即个旧约的部分。即个旧约的部分，过过来第二段就是所谓的圣咏也就是诗篇的部分。第三段是读经二就是有关咱的即个批信的部分。第四个部分是即个福音书的部分。所以咱用想象讲，若是伫咧即个高教派的即个传统内面，敢若读即4段的经文读煞，可能要半点钟。了可能超过。伫咧咱的即个顶礼拜拜二的即个圣诞烛光的即个太泽共荣的祈祷，就是采用安尼去讲4段的经文的方式，来去使用。毋过伫咧迄个中间，佫较重要的是伫咧迄个太泽共荣的祈祷内面，伊所强调的是伫咧默想主的话，所以伫咧迄个内面，上主要的是透过听、透过看，来去伫遐来写念上帝的话语。所以伊较毋是较无伫咧强调伫咧宣讲的部分，是照着每一个人甲主的关系的迄个密切、迄种密切程度，的迄个领受会有无共款。逐人有无共款的领受，但是确实伫咧迄个中间，逐家人共同伫遐同心伫遐来安尼领受上帝话、笑念上帝话，伫遐同心一意，就是敢若主神看耶稣。所以伫咧迄个中间，咱无安尼伫遐要求别人讲一定要甲咱共款。其实若是咱专心来默想即4段的即个经文。咱家己会使来操作看卖就是讲，咱今仔日即4段经文，咱家己登去了，即4段经文一直不断伫遐读，你会伫咧迄个中间读出有一个迄个共同的迄个核心的迄个主题。4段经文伊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主题。这也就是伫咧即个教会历迄一礼拜，每一礼拜的经文拢无共款。伫咧迄一礼拜，伊迄4段的经文内面所要强调迄个主题，迄个也就是一般咱伫咧教会历内面，尤其是伫咧天主教的传统内面，因有一个共同的即个经课，但是因有共一个纲章，佮迄个纲章无真长，上主要是伫咧要迄个规个是伫咧迄个咱讲弥撒的仪式的内面。所以透过安尼，咱互咱会通搁一摆较了解讲原来即个所谓的通用经课，伊到底是咧做啥物货？然后咱伫这中间小可安尼简单的了解。耶稣基督降生为虾米互人不安？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段经文，伫咧第一节，伫和合本的经文内面。伊提起着讲有几个博学之士伫咧现代台语译本内面，伊的翻译是讲叫做有几若个形象家，也就是讲即几个即个博学之士，因是安尼，咱讲叫做通晓即个天文学，甲着迄个占星术的遮个外邦人，而且因对即个犹太人的迄个文献有一定的一寡遮的了解。当因看见着即个天顶即个有一粒即个安尼真特别的即个星的时阵，因就看出来讲，即粒星甲着即个犹太人的即个王的诞生有关。但是咱
毋知影的是，因是安怎看出讲啊，即个甲犹太人的王啊，即个出世有关，即个部分是咱毋知影。但是会通确定的是，因伫咧对东方来到伫即个以色列的中迄个内面来到伫以色列去见即个犹太迄个希律王。因伫遐即个当即个希律王听见着即个博学之士来访问伊的迄个原因的时阵，甲着因喙内面所讲去，迄个讲叫做讲，迄个要出世要来做犹太人的王。哇！这对希律王的即个王位来讲，是一个真具威胁吼。所以，即个支持希律，甲着即个迄个包括着即个迄个宗教领袖，希律的伊遐迄个承载，伊遐人神等等遮个因也伫咧中间感觉不安，搁较互希律感觉真安尼，咱讲焦虑的。是这个祭司长，甲着这个文士这个经学师，因伫遐讲起讲基督迄个要诞生的所在伫咧伯利恒，佫讲会出地名出来。对伫咧安尼，这个希律怎伫遐安尼心内有一个拍算，伊就安尼拍算讲等待这个博学之士安尼去到伫这个伯利恒。找到即个基督了来向伊汇报。这也就是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即段经文。伊落尾手，伊拍算讲，若找到了经文讲，我也通好去拜伊。其实伫咧伊的心内，伊咧拍算的是到时阵会通先下手为强会通安尼来保住伊的即个王位。但是咧，上帝知影希律的心思，所以伫咧即个梦中伫遐指示着即个博学之士，安尼讲毋通搁倒转去到去到希律遐。所以迄个毋通搁转去即个见律咯，迄个希律。所以即个博学之士伫咧即个上帝的即个带领的下面透过着。伊即个星神的带路安尼带领因安尼去安尼拄着耶稣，但是反倒咱会通看见的是即个真了解即个弥赛亚的即个记载，即个相关知识的即个祭司头，甲着即个经学师，因却无法度去拄着耶稣，因为因伫咧迄个中间。即个博学之士，因伫迄中间，因伫遐安尼真欢喜去遐要敲找耶稣，但是咧，即个祭司头甲经学师，因伫迄中间，因明明知影圣经的记载，佮他有即个异象，因却无愿意去敲找主耶稣，所以因伫咧迄中间虽然知。结果杀到着即个耶稣来伫遐安尼杀出去，无法度拄着耶稣，所以也期待咱也会通来明白，当咱明白了上帝话了，咱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咱才袂伫咧安尼关键的时阵甲咱的主来伫遐安尼，咱讲再来走岔了路，甲咱的主无相拄。耶稣基督的降生，互希律王甲规个即个耶路撒冷的众人，安尼伫遐感觉不安，拄好是因为因的内心内面，因安尼心内所想的，拢总是甲因家己的私欲以及着因家己的权利，因的心伫遐骄傲自大，因伫遐安尼高举家己，因伫遐无高举主的名。逼到因的内心伫遐不安，因为因心内恐惊因家己的迄个位置，因家己的迄个位分，安尼受抢夺。
所以因心内祷告不安。但是咧，耶稣基督伊为着世间人的罪，伊放下安尼死的残面的即个权利，也就是咱之前咱已经有讲过，伊放下做上帝的权利，得到荣耀的权利，甲着安尼生甲死的权利，以及被人尊重的权利。所以咱也要继续过来讲伊即个耶稣伊怎样安尼放下即个伊迄个互人尊重的迄款的权利。耶稣伊的谦卑，伊伫咧安尼毋若是干那安尼，咱讲无有保留的迄款安尼的顺服，伊搁较愿意安尼死伫咧迄个十字架顶。即个十字架是迄个会通讲是上卑微的一个刑罚，也是上残酷的一个刑罚。伫咧即个十字架顶，耶稣无有尊严。咱拢定伫咧即个画像面顶，安尼看甲迄个一寡遮个咱的即个圣画像面顶看见。伫咧十字架顶的耶稣，抑阁有上尾，抑阁有一条筋伫遐甲绑甲下咧。若是正经伫咧耶稣迄个时代，顶伫咧十字架顶是规个脱光光，迄是规个是非常的无有尊严的一个刑罚。伊伫迄个所在，耶稣无伫咧十字架顶无任何的尊严，并且安尼佫遭受到所有的人，无管是啥物款的残面的人。对伊的迄个拒绝，伊受到倒几种诶无迄个无共款的残面的人的拒绝。第一个就是伊互正人来拒绝。伫咧耶稣伊安尼伫咧即个世间公开的即个服侍内面，伊安尼伫咧即个3年半即个时间内面，耶稣其实伊伫咧中间帮赞侪的人但是咧当耶稣伊互人安尼逮捕的时阵。伫遐互掠着的时，安尼捆绑的时阵，无一个人出来帮赞伊，嘛无一个人安尼出来为伊来出声。搁较咱是讲搁较难堪的，是伫咧比列岛伫遐安尼，伊知影讲耶稣伊是一个义人伊伫咧中间并无做任何的歹代志，伊伫遐意爱要来偷放耶稣，结果伊伫遐。安尼问正人讲，恁爱我要偷放着即个犹太人的王耶稣是要偷放迄个巴勒巴，但是伫咧中间，正人却是伫迄中间安尼要求来放巴勒巴，甲耶稣处死刑。正人宁可偷放巴勒巴，也无愿意来偷放耶稣。帮赞过正人的这耶稣，伫咧即个群众的眼中，却比即个巴勒巴搁较不如。这是一个偌尼大的迄个咱讲耻辱，甲着伤害。面对安尼迄款的光景，耶稣竟然是恬恬无出声，完全无有伊家己来伫遐辩护。当咱面对着别人的拒绝的时阵，咱减有伫迄中间来效法耶稣伊的迄款安尼的榜样。被人拒绝，并无代表咱安尼有做了啥物款的毋对，是讲有啥物款的不是。因为就连耶稣安尼的好人，就会被人拒绝。所以咱诚做伊的学生，被人拒绝，叫做拄啊好安尼尔。所以，伫咧咱面对着正人的即个拒绝时阵，咱需要爱问的是爱问啥？爱问咱家己的良心。到底咱的良心有对得起咱的主无？对得起咱的上帝无？咱有对得起人无？有对得起咱家己无？若有啥物款的亏欠，咱就安那悔改。若无咧，咱就应该效法耶稣的迄个模范，伫遐恬恬无出声，伫迄中间，互上帝来为咱来伸冤。第二，耶稣伊
毋若互众人拒绝，伊嘛互伊家己的门徒来拒绝。耶稣安尼，毋若是互一群安尼互伊帮赞过的众人拒绝，伊搁较互伊家己所拣选的这门徒来出卖。那亲近的人，安尼互迄个那亲近的人来拒绝，所造成的迄款安尼的伤害是大的。只有敢若用到安尼30个囡仔，就将耶稣来甲出卖伊的性命。其他遮个甲耶稣生活3年半遮个门徒，嘛无好甲对斗去。当伊伫咧安尼迄个当耶稣伊伫咧面对十字架的时阵，每一个人伊所有的门徒一个离开伊去。遐个捌伫遐安尼讲着讲，伊家己安尼迄落安那讲，我若一定着甲你做伙死，我嘛绝对袂唔认你。其他的门徒嘛拢安尼咧伫遐安尼应，伫遐安尼讲。当耶稣伫遐面对光辉审问的时阵，因却因为惊死，3摆伫迄中间来唔认主。面对安尼迄款的伤害，耶稣伊怎样来面对来对待遮个门徒？耶稣毋但无有责备遮个门徒，也无伊遮个门徒伫遐来安尼发生气，反倒伫咧当伊伫遐过完了后，伊主动去到伫门徒中间，坚固因的信心。圣经也特别记载耶稣伊怎样面对遮个失去信心的遮个门徒，特别是彼得。伊伫咧彼得安尼感觉伊家己安尼心内有真大迄个对主耶稣的迄个亏欠，甲着迄个安尼艰苦心的时阵，伫遐真落魄、真失意的时阵，伊伫咧迄款安尼光景的时阵，耶稣去到伫伊遐，耶稣并无伫遐来甲伊踢笑讲你有3摆无认我，反倒是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经文内面安怎讲，伊安尼。为着遮个门徒来伫遐备办食物，佮食饭了后，耶稣甲着即个彼得，伊伫遐安尼伫遐交谈，伊伫遐3摆问彼得讲：你有听我无？即3摆的即个安尼诶，伊对彼得的迄个安尼会问遐问题，互彼得伊发现讲，原来耶稣。伊是无所不知的。耶稣已经知影伊3摆安尼，已经知影伊3摆无认主的遮个代志。但是咧，耶稣3摆问彼得的即个迄个目的，毋是要爱互彼得来伫遐递到伊见笑，乃是要互彼得会通搁一摆来安尼，搁较确定讲，耶稣并无有计较伊过去伊的失败。愿意来接纳伊，并且来信任伊，所以耶稣伫咧甲即个彼得安尼问伊3个问题了后，伊伫遐讲起安怎讲？伊讲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小羊，佮喂养我的羊。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面对迄个亲近的人的迄款的拒绝，耶稣犹原选择重用彼得。这就是耶稣的谦卑。咱敢有法度伫遐安尼？既然咱讲咱是耶稣的门徒，咱敢有愿意来伫遐效法耶稣伊迄款的模范，愿意来放下迄个被拒绝的迄款的伤害，重新来接纳遐伤害咱的人。这是耶稣伊互咱的一个榜样。第三，耶稣伊伫遐安尼，毋但互人众人拒绝，互门徒拒绝，伊也伫迄个中间，因为为着众人的罪、世间人的罪，伊安尼伊爱受到迄个天父暂时离开伊迄款安尼的
迄款的伤害。伫你十字架顶，耶稣所面对的迄个上大的痛苦，并毋是被人拒绝，乃是伊需要甲天父伫遐来分开。耶稣并无因为迄个肉体的迄个痛痛，伫遐来伫遐啼哭，伫遐来安尼嗷叫。伊敢若也无因为即个世间人迄个无理的迄个对待伊，安尼伫遐来啼哭。伊敢若为伊伫遐来嗷叫，伊讲安怎？伊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是安怎放杀我？面对迄个背着即个正人罪过的耶稣，天父也伫迄个中间来当面来安尼离开伊。耶稣伊是安尼家己一个为着咱来承受所有的痛苦。迄个原底本底迄个三位一体的迄中间的迄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咱的罪必须爱分开。即款安尼的痛苦是咱无法度了解。但是咧，面对着被人拒绝的即款安尼迄个光景，耶稣犹原愿意陪伴咱。所以咱毋通安尼咱毋通放弃耶稣迄个被人拒绝，被人迄个被门徒拒绝，伊也互天父暂时来离开迄款安尼的痛苦。耶稣原底本底是有权利来伫遐选择放弃行即个十字架的路，伊有迄个权利。无要去救遐个拒绝伊的人，但是耶稣伊并无安尼做。耶稣伊放下伊的权利，伊伫遐坚持谦卑顺服，直到死，佮死伫咧即个十字架顶。咱伫咧面对着人的拒绝的时阵，咱减有法度来伫遐放下，互人尊重的即个权利。伫遐来坚持欢喜来疗舍，佮接纳别人。耶稣基督互人不安，是因为是因为人只有干那想着家己，高举家己，惊失去权利，甲着伊的名声地位。牧师特别用着即条相片，我相信即个伫咧。伊伫咧即个，伊是东正教的信徒，但是伫咧即个圣诞的主日，伫咧主显节的即个主日，我想伊犹原也非常的不安。面对着为着家己的即个个人的权利、名声、地位，伊伫遐安尼一意孤行。我相信耶稣基督的降生犹原互伊不安。耶稣基督的即个降生，互人不安，是因为人伫迄个中间，敢若只有想着家己。比较安尼的人，就较亲像遮个安尼了解真清楚弥赛亚相关的遮个相关的知识的即个祭司长，甲着文士共款。因内心不安，是因为无安尼袂通看见迄个安怎？因心内不安，却无法度去伫遐安尼去见迄个所等待的即个弥赛亚耶稣基督。因无伫遐来敲找，因敢若敲找因家己心内所要意爱。但是咧，遐个欢喜来找找耶稣，迄个生落来要来做犹太人的王的迄个遮个博学之士，遮个形象家。伫咧上帝带领下面，因伫遐甲着耶稣拄出世的耶稣来伫遐相拄，所以耶稣的降生到底是互咱感觉不安，是咱欢喜来迎接主耶稣的降临，特别是降临伫咱的心中咧。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这段经文，咱会通搁一摆来好好来去想，咱到底是为何来不安？是咱伫迄中间，特别是伫咧即个圣诞的即个
节期内面，咱会通搁一摆来定想，咱心内是充满了不安，还是咱充满了欢喜来等待主会临到伫咱中间？有两个问题，咱会通好啊来去想。耶稣的性命是一个谦卑的性命，伊为着咱安尼立下死的模范，就是放下被人尊重的权利以及做上帝的权利等等遮的，伊怎样做到？伫咧即个生活中间，有啥物是咱无法度放下，互人尊重的代志？耶稣的谦卑，毋是干那安尼。若是干那安尼讲毫无保留的迄种的顺服，伊更较欢喜来放下伊家己的所有的尊严，被人安尼拒绝，被门徒拒绝，也互天父暂时来离开。伫咧安尼迄款的大遐尔大的即个痛苦内面，耶稣无有放弃行十字架的即个道路，伊选择放下权利，坚持谦卑顺服。为着咱死伫咧十字架顶，咱阁有啥物通好无法度放下？第二，当耶稣伊伫遐遭受着无共款残面的即个拒绝的时阵，伊是怎样来回应遮会出卖伊、背叛伊的人呢？伫咧咱生活中，咱敢有安尼互遮会伤害人，是遮会事物，咱安尼需要靠着即个圣神来甲咱光照，来去接纳，来去饶赦咧。面对这种种、这伤害，甲着这耻辱，耶稣伊只有选择恬恬无出声，伊完全无为着伊家己来辩护，毋若安尼无有伫遐来责怪伤害伊的人，也无有因来伫遐来发生气。面对安尼被人拒绝的时阵，耶稣伊愿意来放下被拒绝的款安尼伤害。重新来接纳伤害伊的人，因带安尼彼得安尼搁一摆会通重新搁一摆来恢复。咱嘛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真正倚靠着圣神，对上帝来迄款安尼智慧来面对着无共款的层面，或者会拒绝甲伤害时阵，咱犹原有法度来赢过。搁较有春，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即个圣诞的节期，阮搁一摆来重新来去思考，来去反省阮家己。主，阮抑搁有活伫咧迄款安尼。被人伤害，直到阮犹原伫咧迄个苦毒的内面，是阮欢喜来学习主耶稣的权势，互阮伫咧面对着各种的伤害、体谅的时阵，阮犹原无出声，阮欢喜互主你来为阮家己来掌权，主你家己来为阮来伸冤，互阮无搁再伫遐安尼。来责怪遮会伤害阮的人，乃是阮欢喜用着饶赦，阮欢喜来重新来接纳，互阮伫圣神的光照甲引出下面，来安尼跨越阮生命内面的遮个困境甲难处，互阮无搁再受到遮个苦，遮个内心的苦毒来安尼捆绑，互阮会通。重新活出一个有助力的生命，安尼迄款的生命，我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做出佢的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68首，圣诗68首，主耶稣放撒你宝座免流，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陈文兰执事、吴承安执事来书献。咱若第一摆来到教会吼，也无了解信仰的意义的兄弟吼，请先莫奉献吼。咱奉献是甘心乐意吼，上帝予你的感动吼，你再来奉献。咱今仔日因为天气较无好吼，所以有的兄弟可能伫山顶吼，咱若伫网络做礼拜的兄弟吼，咱会记来教会时吼，再搁奉献吼，或者是用汇款的方式嘛是会使吼。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都能够聚集在一起，能够在主你的圣殿里面来得到主你的祝福。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献上的一点金钱做教会使用，求主保守。我们这些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请坐。咱先来做迄个任务。好这时咱要来补就任吼，因为顶周迄个学青小组的小组长曾木恩吼，请假，所以今仔日爱补就任吼。来，请曾木恩来到伫台前。曾木恩，你要领受学青小组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召命啊无？你要领受这个职，你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分，你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东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做本会青少学生小组的组长，着谨慎你本身的行为以及你的所做，常常关心伫即个事，尽力伫主的光来归荣光上帝。阿免。好，来，即时来请
转过来，啊，来从这个任命书来发给穆恩，来，穆恩是闭关长老的查某囝吼，好，个琼儿吼，好，请坐。好，即摆咱来读本周的金句，伫周报的第4页的所在吼。咱同齐来读吼，先读这个现代台语和日本的。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城市中，毋是上美丽的，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咱过来读和合本华语的部分。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好，咱即摆来报告哈，报告的大声，我来介绍今仔日第一摆来到咱当中的兄弟哈，谢明汉弟兄，好，我们欢迎他哈。好，谢弟兄是言行还是盐行啊？盐行教会哈，台南哈，台南哈，所以是在台南聚会。好，谢谢哈。因为我看你的地址是写台中啊，吼，盐行哈，台南大专。是吼，欢迎吼，所以是拄啊，今日要咱教会啦吼，我想这么，我知，这就是咱大家，所以他应该认识陈奇。好，都在台南大专。这真好啦吼，所以咱学期嘛爱学习啦吼，出去佚佗吼，爱找教会做礼拜吼，就近吼，毋通因为出去佚佗就无去礼拜吼，安尼毋好，这最重要吼。再次欢迎哈，谢谢哈，欢迎谢弟兄。按照过咱第一届来到咱当中的无？好，咱即摆我来报告了哈。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合同礼拜哈。礼拜中学青小组组长曾文姐妹补就任哈。礼拜后咱召开年度2023年的这个事工研讨会哈，请咱的中级各单位的会长或者是组长吼，备万心来参加吼。这一定要参加吼，这麻烦。过来就是顶个月12月25吼，小会国旗的事项有：第一是接纳学士奖学金的颁发；第二是接纳赠言为咱本会卖杯餐的这个小儿会员；第三点是顶个月中执会国旗事项，第一点是接纳12月份的收支汇报表；过来是接纳圣诞节的爱餐责任案；过来是接纳电话这个数位录音设备采购案。第三是接纳第四是接纳影印机的更新案以上4项过来具体消息的部分就是咱迄个1月14号伫咱本会新中妇女事工部南洋区举办联谊会这个讲完是陈正修牧师啦讲题是有关这个戒毒的事工这个介绍分享欢迎咱的姊妹来参加大多事项，请咱家己来看咱这个带导函会当提名来带导过来是咱的顶州主会出席奉献报告的部分，请兄弟来过目咱过来即礼拜的事项表咱轮这个当工请咱备万心然后咱的迄个
过继的部分吼，咱家己来过目，若是有写毋对的所在，再找干事来做一个更正啦吼。补充的部分就是迄个第一点吼，嘛是感谢咱昨真侪兄弟斗相共吼，吼也来婚礼会当真顺遂啦吼，搁再一摆的感谢。昨吼大家真客气，所以加两个搁剩2站吼。较着暝吼，伫总庭即个所在吼。有蛋糕啦吼，昨迄个蛋糕搁2站吼，再拜托大家斗相共啦吼。然后嘛有迄个2盒的鸭仔饼吼，甲大家三个欢喜啦吼。咱就莫气嫌吼，再大家来享用安尼吼。即个补充的部分吼，再请下这个大家来一起同乐吼，谢谢。差不多哈。好，这是咱同心额头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阮知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的，这个世界搁较是你所掌权的。阮人往往会举悬阮家己的地位，掠准阮家己有偌尔只牛，总是阮毋知。这个世界的运行，拢是你伫掌理。恳求上帝阿爸爸，你来看顾阮，互阮伫这个世界上会当有平安，会当有喜乐，搁较互世界各国会当彼此来相听，毋是充满着算计，充满着无算，乃是会当有搁较侪会彼此同心甲和谐。主啊！我嘛恳求你保守阮台湾10分平安。阮知，当全世界拢伫讲台湾是世界上界危险的所在时，阮住伫即个所在，总是阮充满着平安。阮搁爱恳求上帝，你继续引带阮未来的路站，因为阮知，伫即个世界，伫即个社会，有侪人伫讲，阮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哪来哪尼危险的处境。总是阮知，当阮有上帝的时阵，毋管阮的处境是啥物款，上帝你会带领阮平安来经过头面前的路站，直到阮见你的面。主，阮恳求你保守阮，互阮台湾就是一个有公义的所在，有和平的所在。搁较赏识阮的执政者，互因有疼心、有公义的心，做下伫上帝你所欢喜的代志。爸爸，我嘛要恳求你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阮的长执兄弟，大家同心，真侪即个社区的光灯，互阮会当发挥基督徒的影响力，互搁较侪伫即个社会黑暗的所在、无人关心的所在，有侪兄弟因需要帮助的所在，互阮会当真侪因的帮助。互阮真正将阮礼拜时伫教会所听到的道理，伫阮的生活当中，甲行出来。互阮的生活甲阮的信仰是真正合一的。恳求主，你帮助看顾阮，嘛求主赏赐阮智慧聪明，互阮伫新的一年开始，互阮有好的时光的规划。阮经过讨论的过程，阮大家同心合意，为着主你的时光来拍拼，我嘛恳求上帝你圣神祝福阮、保守阮、引带阮。主啊，阮知阮教会内面侪侪兄弟因有欠缺的需要，有身体的不安，阮就恳求主你来保守看顾因，特别恳求上帝你看顾美玉老师，互伊有健康的身体，出入伫出入的时，拢得到上帝你的保守甲平安。嘛特别恳求上帝你医治美玉老师，伫前几日天，伊徛倒摆所受到的伤，会当有上帝你的保护、保守甲医治。恳求上帝你甲伊三个伫地。主，我嘛感谢你，互俊琴得到上帝你的看顾，互伊出入平安，互伊伫事件所拄到的时，拢会当有上帝圣神的引带，看顾伊会当有稳定的工作
家己的开车，一切拢平安。我们恳求上帝，你特别看顾吴振平姊妹，主啊，原知身体有无爽快的时，总是主你亲自来医治伊，保守伊，10分平安。我们恳求主，你看顾淑娟姊妹、林淑娟姊妹，因为血液循环的问题，求主你特别保守看顾伊，会当有健康的身体。求主你来赏赐伊快乐，主啊，感谢你。嘛，保守陈振昌弟兄，伊伫台湾的日子，一切拢有上帝你的看顾甲保守，互伊甲厝里的人有真正的好的交谊。嘛，继续藉做伊转去到新加坡的将来的帮助。主，我嘛向你献上阮的感谢，保守看顾，继续引出伊方，伊对美国转来到台湾，总是伫来来回回当中，保守伊的出入，拢有上帝你的看顾甲同在。恳求主，你看顾杨志强弟兄，互伊所拄着的事、恶担当的事，拢会当有上帝圣神你一一来为伊带路，互伊看见上帝你会当成做伊人生当中上介大的支持甲力量。主啊，感谢你。主耶稣，我嘛特别为着乐意来祈祷。主你知，阮伫人生的路站伫跑走，总是到伫尾站的时，求主你搁较赏赐伊有健康的身体，嘛互伊有饱足的快乐。特别是因为伊有亲人的支持，互伊搁较有力量。求主你引带伊，会当一切拢有上帝圣神的同在，甲充满稳定的平安。主，阮感谢你。主啊，我嘛看见阮的兄弟对伫郑松之弟兄的疼心。当阮知伊伫寒天的时阵，因为阮的兄弟的疼心得到真满足的喜乐。主啊，这是你所介意阮去行的代志。阮为着这一切的代志，献上阮的感谢。我嘛恳求主，你继续引带阮面前路站，看顾帮助，互阮诚侪合一的教会，会当诚侪上帝你伫这个世界的光顶，做你欢喜的囝儿。主，阮感谢你，阮将一切交托伫上帝的手。我咱的感谢、祈祷、恳求，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的吟上营387首，387首。上说，咱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只要恁的是信实，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常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